凤梨就是 pineapple， 苦瓜就是 mango，chicken 就是鸡 ，soup 就是汤。送我们一表哦，感恩哦 ，The United States，Thank you 哦，谢谢日本咯，救命啊！叔叔，今天是日本的父亲节，可以跟全 Japan 的 Father 说 Happy Father's Day 吗？可以呀，可以呀，感谢日本哦。谢谢日本咯，救命啊！然后也祝那个全日本的爸爸哦，父亲节快乐哦！哦，谢谢日本哦。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哦，那个疫苗哦，再多一点啦，再多送一点啦。现在哦，衰啊，疫苗不够啦，哦。如果可以哦，呼吁哦，再多一些哦，麻烦一下哦，谢谢哦，叔叔，你的英文好棒，对哦，叔叔以前文藻外语的啦，稍微啦，略懂啦，一点皮毛啦，懂我意思吗？不敢说很厉害啦，稍微可以啦，基本的啦，日常的 conversation 那些啦，稍微 OK 的啦，可以啦。叔叔也可以跟美国说谢谢吧，美国也谢谢啊。那个 The United States， 那个啊，这American，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 very much 啊，明白吗？叔叔英文流利的啦，谢谢美国，送我们一表哦，感恩哦。叔叔，你可以讲凤梨苦瓜鸡的英文吗？凤梨苦瓜鸡你没讲过了 ，Pineapple Mango Chicken Soup， 这就是凤梨苦瓜鸡。凤梨就是 pineapple， 苦瓜就是 mango，chicken 就是鸡 ，soup 就是汤，这就是 on 来口归家的英文。不信你去问美国的朋友，看叔叔有没有乱讲。